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嚟吐槽一下我律師嘅呢個工作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我係一個律師。咁我哋律師呢個行業呢，都係比較費頭髮嘅。但係我呢個髮型呢，一睇就知我係一個特別唔努力嘅律師。雖然我心裏面呢係承認嘅，但係我對我嘅解釋呢，就係我呢個人呢記性比較好，所以頭髮比較多。我已經喺律師嘅行業呢從業第8個年頭啦。但並唔算係一個資深嘅律師。咁點解咁講呢？因為資深嘅律師咧係唔會有我呢一種茂盛嘅髮量嘅。工作8年咧，我最怕客戶稱讚我嘅説話咧，就係話我年輕有為。因為我知道當佢咁樣講嘅時候咧，就係客戶嫌我太年輕啦。長相同埋年齡不符咧，喺工作中真係一種好差嘅體驗。但係當我去到相親市場呢，啲紅娘就會經常同我講：啊，你條件樣樣都可以喎，但係可惜啦，你就係個高齡產婦。所以我經常都困惑呢，我到底係老定係年輕，非常之咁迷。當客戶第一次見到你嘅時候呢，覺得你生得特別着急嘅話呢，佢一般都會認為，呢個律師就應該好有實力。我舉個例子啊，比如話咧，你知道郭德綱同埋林志穎係同齡人啦。咁如果你唔知嘅話，我而家同你講完，你應該都知道啦吧。所以如果郭德綱同埋林志穎佢都係律師，